今年扩大筛检30岁以上就符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可以至医疗院所抽血检查，也可以参加行动医院，都测得到肾脏的数值哦。台市卫生局透过地局，要提醒大家量早检查药剂功能，早期治疗，千万唔通演变到需要洗肾的危险。马选择药剂病3多3少4不1没有的预防考管。同时，因应3月第2个礼拜四的世界药剂病日，台市嘛启动爱肾月，结合各大医疗院所办理相关的宣导，就希望唤起大家对药剂健康的重视。中央政府对于推动肝的健康，包括疫苗，包括这个生活习惯，包括治疗，都已经非常着力很深了。但在肾的部分，我们台湾的洗肾率是非常高的。那肾脏病如何呢？在饮食上、生活习惯以及方方面面的对自己身体的照顾，如何这个保护你的肾脏，这个变得很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推动肾劝在握。来让我们许多市民朋友们能重视自己肾脏的健康。宣导会中，台湾药剂医学会理事宋俊明对来分享推动药剂病防治加照护的小撇步。台市医师公会理事长嘛早来健保署3月开始将扩大补助新药的消息。筛检出来我们的这个肾功能不好哈，那现在不用担心哈。那我们现在健保署这边也有把一种药哈。它本来是一个排糖药了哈，那这个排糖药呢，听说对这个肾脏的功能哈，可以保护，可以延缓肾脏的变化哈，避免进入洗肾的阶段哈，所以现在健保局也是开放了哈，有条件给付，大概预估大概会有20万人可以因而受惠啦。为了进一步加深民众对药剂保健的观念，养成定期健康检查，卫生局伫3月9号嘛将举办大型的闯关活动，有精美的礼物销送。今天呢，我们希望民众一起跟我们来了解肾脏病，了解这个疾病是怎么样的发生，如何来控制。所以我们当天会有闯关的活动，好，那让民众呢，在这个寓教于乐的一个情况下，可以了解自己的肾脏，了解自己的疾病。欢迎大家到我们东区龙山里的活动中心来共襄盛举。台南新闻管局采访报道。